先用手机的录。对啊，让你帮我放在那。对啊。对啊。Everybody， 先接球。他刚刚在唱歌。下。Everybody。回台北吗？今天在宜兰球。难怪第一个一球。你美啊？哎，那你台北还没结束？然后台北我今天放掉。那你以后这个球放吗？我原本想说打完前来一个尴尬，我觉得有点太短。你以为路程那么近是可以，但真的时间没有很累吧？对啊。那边就没有了，讲话。下午是几点12:20。哦，那你差不多。没关系。没有听到，我一直叫你。你刚才球，子浩，你是不是跟子浩一直叫你？他没有带你。没有，他还有那个，他旁边那个在看我，他明天上去。但他位置我觉得还好啊，不一定调得到。还有。好了，别挨过后，把它挡下来。哇！但那应该会比较。身材的问题。有睡饱。分2次。24、60。
相信是助攻，陈宇，我相信。哎，没有，他们没有，反正没有喊。还要暂停吗？还要暂停。我就喊了，可以吗？哈。对，暂停。我喊了。来了。我喊久。我没有到。来哦。就你。院长很关心我，他隔空关心你，笑死我。好，再见。就回去休息一下。你是主客运吗？太晚了。那你就对啊，差不多这个到这边。拜拜。好球！我放这2次，4秒。扭进去，200的魔力。技术流，陈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人。麻烦3次。好吧。第一颗没有。哪位啊？好。第2颗。有了。好球！2分算。麻烦4次。看人，看人。换人。哎，给球了，等一下啊。
6分的现在准备出来没有？没有，他跳2次，他有时候他勿扰。我先练习一下节奏分布，千万不要拉开。4招实力。不要给他走啊！不要给他走啊！不要给他走！不要给他走！那绝对是乱抛。这有直补的。后面！他们先进来投了。啊！咱第二投3个，咱第二投3个。现在不要走了。16。他没有推人。
暂停。哦。没人及时会动作，没人及时会动作。卡倒。左边没了，这有关系吗？没有。小弟没有，小弟没有。好球！4秒。好球！下传球。左边换人。外面抓手，抓手，抓手，在这边在这。哦，没有，有了，没有。不要手，不要手。篮板太好，我就换了。又换人。没有死球。对，要取球。不要换人。左边换人。24，我们34，换人。好球！
按没有，哎，按走。32吗？8秒哎。第3节，我先换。昨天就有，放回来。还有外线式的啊。国中打国小，重中没有打。没有了，好像5支国小，5、6队，我记得有6队。加重，没错没有打，没有，国小没有，国中哎，国小没有。打小球啊，打小球。你们前面3个，你们一定要对到人，你不要一直去帮人家，不要一直想说篮板他们前面2个会抢嘛。接完同学，阿瑞上去一点，阿瑞上去。阿瑞，他自己上球的，你一定要上去。如果你不停在那边。不要急，现在小黑先快，你不要等了，先快就对了。对，小黑，那个技能我说你要先快，你都没出来。先下去了，运动一台篮板。有，校正回归。抓！右手，左边要换人，排球了，请坐哦。请坐。然后呢？好。左边换了。换。没有，先退，你先退就对了。好球！
小爱下来。然后为什么那个三段会被喷？你从那边我讲不对的时候，你还怀疑我？没有那个观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观念他有情况的嘛？对一下，对一下。懂吗？他在那边是有危险性，可是你回来，我刚那个是我已经往里面是说叫你退档的时候，这边是确定，我们叫他为什么要往？对的，不要往里面。走了，别等，别等。没有上，要一下让自己变成怪兽。等下暂停。好，左边暂停啊。左边暂停了。拿一瓶水给我。那我们等下3分钟的时候去帮他会客。为什么会给中锋发？你们前面人在干嘛？
左边换人。上去了，上去了！一波一波哎，打一波打一波哎！给了给了！说。
没有，他都没上来了，你也没喊呢，没了，没事。可以投了，抓起来！好球！不要上位。我一个，好球！蛋好好用，20号慢慢加刺，很老，蛋很好用，看有够老的。39啊，我37跟39啊，看有没有要。而且已经整个投篮都很快，多大力？所以先脚下有力量，脚下有力，手就会比较感觉到快。
好球啊！好球！哎，上去！慢，走了，可以，没事。他们示范的，往里面打，有人！别往里面打，跳！在，往里面打，可以切啊！有人！好球！没事，不要打架啊！走了，别赶着。换人吗？好卡位。贴了！暂停。对，这边喊。各摄影师吗？各摄影师暂停。各摄影师暂停哦。摄影师暂停哦。我们摄影师暂停哦。好，对。回头哎！上去！他不要折中。往里面打！哎，球！别打，老师，补办嘞！加跑！啊，去！
发表2分钟。换人，别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拜拜。进吗？没有。进球暂停 ，OK。没有暂停。我那分数没有动。有进一球。进一球，进一球。慢了，慢了。对，18犯规。左边换人，上去，上去。还有暂停吗？没有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